辣花花。咦，囡囡啊，上一分说本事哇！你个那白得嘞像妹妹子，啊是干，你事业说得很。你甚至来吃位子，我先进来看看开不开空调啊？爷爷好，跟爷爷说。他男的不肯的，女的肯的，那儿子不肯的，男不男肯定得肯的。哎，孙子长大了。我们这个孙子啊，总结起来就是2个字：可爱。这个2个眼睛跟你一样的，圆咕隆咚的。他是单眼皮大眼睛，你是双眼皮大眼睛。这个头发不要完全剃光啊，哎，跟你一样长短的板刷头，要酷一点的啊，就是两面没有，头顶上有。你要出去这样清了些的啊，这么一只头红艳得不得了，对吧对吧？哦哟，帅得了不得了！啊，钱还没付呢。见多来的一只来娘的付，也高档次退休工资在3400比3500，现在在那下蓝盘做不吃在，出门汽车的旁边斗牛喝酒。一人米粉，一人肉啥，做个事业婚。你来领啊！哎，再来2个。到这去趴掉毛皮啊4个万码子房子我有本事了哇！但是你起码要建个1龙舟去。鸡考错没有？